我覺得呢個世界上流心油係最多嘅嘢，因為我已經好似流心油咁樣嘅樣，呢個世界上係唔需要有兩個流心油嘅女神存在。我覺得袁靚根本就係多餘，因為張智霖嘅老婆應該係我啊，唔係佢，冇可能係佢啊。陳偉霆咯，社會上面都係對梳好似好絕望添。特首梁振英點解啊？選舉多元卓韻芝，因為佢有兩粒多元嘅。呢兩粒啊！梗係拍呢條片嗰個 Florence 啦，逼我要答埋啲咁多餘嘅問題。祠堂，因為儒家祠堂多教育。呢個世界上除咗我之外，其他人根本就係多餘嘅。呢個世界除咗我，冇其他人係多餘。